知唔知返深圳邊間食串燒海鮮燒烤平？呢間李小太燒烤，6蚊起串就有啦。海鮮即撈即燒，係真炭火燒，特別香口。生蠔勁大隻，近口岸就到，好方便。福田、深圳灣、羅湖遍佈分店，平靚正，份量足，性價比超高啊！爆晒場，好多香港人嚟食。台山特大生蠔，每一台都有叫，隻生蠔都咁大隻，即叫即燒，新鮮肥美爆汁，入面有超大嘅海鮮翅，羅氏蝦鰻魚都係即叫即撈即燒。呢個係鹽蝦羅氏蝦，好大隻啊，肉質鮮甜彈牙，仲爆晒膏啊！炭烤活鰻都係即撈即燒，炭火慢烤鎖住啲肉質，外皮焦脆，內裏多汁。炭烤本港鮮牛，肉質脆嫩，口感彈牙。粉絲帶子好大隻啊，肉質肥實鮮味，粉絲吸晒啲汁好鮮。呢碗係沙白螺海蝦瑤柱絲沙鍋粥，大碗都係79蚊咋，好鮮甜，有沙白螺、海蝦同瑤柱絲，粥底好綿密，啖啖都係海鮮嘅精華。推介爆汁牛肉，牛味香濃，炭烤香口，仲有避風塘粟米，經典嘅蒜香風味，外酥內嫩，好清甜。再有翻杯鴨屎香檸檬茶，呢間燒烤店真係平靚正，仲等咩？即刻 share 俾你 friend 一齊去李小太超下啦！地址可以睇內文。